100多位宝宝和儿童在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陪同齐聚佛光山南台别院庄严的大殿，所有佛光人都抱持一颗虔诚皈依传承的心，要让自己的孩子认观音为干妈。会中超过400位家长，还有许多都是3代同堂，一起来接受菩萨加持护佑。我们把小孩子带到这边参加今天佛光宝宝祝福礼的活动，一定可以把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长期推动的3好运动，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，把这个好的种子呢，种在每一个小朋友的心中。年轻的时候是佛光青年，那跟同修组成的佛化家庭之后呢，生了2个可爱的小宝贝。那想要从小呢跟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散播他们的菩提种子，那达到信仰传承。佛的开示呢，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静心啦，然后希望等一下的闯关的活动可以玩得很开心。总之，非常感谢这一切的发生，这一切美好的因缘。会中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亲自主持甘露灌顶祈福法会，用经文、用洒净和发念珠等仪式，为所有儿童和家长来祝福，希望他们从小就接触佛法，种下良善的种子，也在3好的环境中成长。皈依佛，生生世世永不堕地狱。我愿存好心，做一个谦虚有礼的好儿童。佛祖的契囝，观世音菩萨的契囝，确实实实在在，一定会当得到佛祖甲观世音菩萨的庇佑的保庇，一切拢真顺遂。佛光山南台别院会中也精心设计各种闯关游戏，在欢乐趣味的气氛当中，享受亲子同乐的时光，并接受菩萨的祝福，也回应每一位家长期望孩子开启智慧、精进学习，做个有礼貌又有爱心的3好儿童。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。